大家好，我係周俊文，今日同大家分享港島東區未來發展嘅，大家生活中越嚟越常見，喺唔同嘅區都設有共享單車。究竟共享單車對我哋生活有咩好處？跟住落嚟就等我嘅同學同大家分享下。我係 Mikey， 我係 Valentino。街上面成日見到一排排嘅單車就係共享單車，只要用手機入掃 QR code 就可以立即租借用完喺任何站點還車，非常方便。共享單車嘅好處都有好多，綠色環保、減少污染都係一個鼓勵大家用共享單車嘅原因之一。如果短程用單車取代汽車就能顯著減碳，唔好睇小短程好似冇乜幫助，其實背後有巨大嘅環境效益。原來減少塞車，令到城市更加暢順，都係一個好大嘅好處，同時亦都可以幫助大家做多啲運動，人健康啲，對減少醫療負荷都有幫助。踩下單車都可以減低醫療負荷，咁大嘅幫助咩？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WHO 2023指出，成年人若果每日做30分鐘強度運動，可以降低30%心血管疾病風險。所以共享單車唔單止係交通工具，更加係隨手可做嘅健康投資。可能一部分嘅觀眾都抱持一個保留嘅態度。共享單車係一項小行為，帶嚟大改變，幫助我哋減低碳排放、舒緩塞車、慳錢、提升健康同生活質素嘅改善計劃。如果大家對港島東區推動共享單車有任何睇法，可以喺我哋嘅頻道留言一齊討論下。講到呢度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，最後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就like subscribe share，大家一齊研究下港島東區發展改善生活，俾啲意見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